镜头转来看国内艺术家赵振华传出2月中昼伫咧高雄过身，已经是食到60岁年纪。目前是搁咧调查详细死因甲事故的因端。赵振华是台湾当代重要艺术家，嘛是少数的行为艺术创作者。伊过身的消息，嘛互艺文界真毋甘。骑黑色机车为白色火车边经过是台湾艺术家赵振华最后身影。2月中昼经过高雄3道2路，因为不明原因，家己摔倒了后，技术遭到追弄，送医了后不幸过身，享受60岁。详细死因甲事故原因，还搁等检警调查。实男不明原因自摔，后方同向城南骑乘重机车疑似碰撞实男后易摔车制造室，骑到一半突然倒下来，然后倒下他为了要闪他，然后就往旁边。画布固定伫壁甲涂骹，用鉛笔来绘画。赵振华作品甲伊的生命特点高度结合，细汉就得到糖尿病，互伊当年靠行路维持身体循环，完成行路100公里走遍系列等代表作。毋是当代重要艺术家，也是少数行为艺术创作者。即么过身也互介合作15年的画廊负责人是真毋甘。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创作者，大家在从他的作品跟他有非常深的一种共鸣。我们一直觉得，我们应该还要再走个10-20年，然后走到我们应该到达的那个状态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单靠艺术，不管是观念或行为或绘画来讲，没办法说出我内心的东西。旁白看行伫画布，目者也出到补清水，作品目型点出修行甲做目艺术本质，是失去专注，维持清净甲知，恢复本心。伊用艺术家的角度重新看世界。虽然人已经离开，不过伊含佛家甲贴合思想的艺术创作，将伊理念永存伫世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